1010關注你嘅家居安全，為你提供獨立式煙霧感應器安裝小貼士。火警發生嘅位置難以預料，建議每個房間內都安裝一個獨立火警偵測器，包括睡房、客廳、飯廳等，以提供最佳保障。如果成個住處只安裝一個偵測器，就將偵測器安裝喺主要逃生路線附近，例如客廳近睡房位置。安裝前先仔細閱讀製造商嘅指示。一般嚟講，先用螺絲或膠貼把底座固定喺天花或牆身較高嘅位置，將裝好電池嘅機身裝喺底座上。最後按測試按鈕測試裝置有冇響，確保運作正常。1010亦為你推介香港消防處認證嘅家居必備防火三寶，歡迎親臨任何一間1010 AI Store 了解更多。